又到咗關二哥解碼嘅時間啦，各位朋友，就呢個農曆新年好快就到啦咁每年嘅農曆新年之前呢，就例牌呢，就呢個中央軍委，即係習近平會帶住中央軍委嘅一班人慰問呢個駐京嘅老幹部部隊嘅離退休老幹部咁佢即係年年都有㗎啦咁今年呢亦係去啦咁今日呢一睇個陣容就差好遠啦。舊年係邊個呢？舊年呢就呢個由習近平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副主席呢個張又俠、何衛東，仲有成員苗華、劉振立、張星文咁仲有一批咧就退咗休嗰班人，就以前嘅中央軍委委員，好似陳炳德李繼內呢個等等啦但係今年咧，哇！一睇落去有一大班嗰啲企晒喺度即係嗰啲老幹部咁就只有兩個人，習近平後邊就跟住一個張星文，即係而家嘅新升嘅，即係原來軍委紀委書記，而家係軍委副主席咁得兩個人咁就成個即係顯得咧就好咩啦即係俾人睇到真係好唏噓整個即係今次咁嘅軍隊但係咧就佢話咧，習近平入嚟嗰陣時咧，都響起咗熱烈嘅掌聲仲話嗰班老幹部咧都表態，佢唔知點樣揾到知道佢表態，唔知邊個代表咧，就話你要呢個兩個確立，兩個維護要擁護中央軍委主席負責制即係咁啲人話自從張又俠被倒台之後，終於有軍人出嚟表態啦咁樣終於有軍人出嚟表態支持啦咁樣咁但係咧冇提到嗰啲反腐咩都冇提啦咁咧就好奇怪喎，直到今日咧就呢個都未有各大戰區各軍總都冇表態到支持呢個處理張又俠同劉振立咁但係咧有啲人話會唔會係即係而家低調咧反腐咧就唔再搞呢啲表態咧咁又唔係喎，好似海南省咧就人大常委黨組成員蕭傑同埋中共海南省原常委兼秘書長魏強被雙開咁咧就啱啱發生嘅啫咁佢省委嘅開會咧就強調堅決擁護中共中央嘅決定佢就表咗態咁就奇怪點解即係如果計起嚟咧就呢個中央政治局委員嚟咁張又俠係比佢重要得多嘅點解各個部隊都唔表態咧？淨係即係反為佢一個常委一個副省部級幹部，當然佢都係中管幹部、中央管嘅幹部嚟嘅，咁就表態咧，咁就奇怪咁講起張又俠咧，有好多傳言啦，有啲話佢咧就喺京郊嗰度混咗，甚至今日有啲咧仲好離譜，話佢咧又去咗深圳軟禁咁捉咗去深圳軟禁而且咧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咧仲請佢食飯添咁。不過咧我一睇落去就根本不可能嘅。你如果可以咁樣俾佢活動咁樣軟禁咧，你根本就當時就捉唔到佢
啊！你點喐佢啫？個軍委副主席佢軍權即係兵權喺個手中，你根本捉唔到，點會放佢出嚟俾佢自由活動，即係軟禁仲請佢食飯咁，根本不可能嘅。咁今日仲有一個傳言咧，就話張又俠個仔就發聲喎，佢話咧，佢透露咧，佢話張又俠係1月20號喺中央黨校出席研討班嘅時候，俾公安部特勤局捉咗嘅。公安部嘅特勤局就公安部長黃小紅直接掌握㗎啦。佢話目前關喺公安部嘅一個看守所，即係由公安嚟捉軍隊軍頭，即係呢啲都少見嘅嚇。咁佢話咧，佢張又俠個仔咧就話，佢老豆咧係身為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人大代表，但係咧未經政治局批准，就由公安部實行揸捕，係非法嘅。佢話係非法嘅。佢個仔話咁但係咧佢就呼籲佢啲父親嘅老部下、老戰友同中央高層都要理性維護社會同軍隊穩定咁講。佢即係意思即係話大家要顧全大局，唔好喐唔好隨便乜嘢咁樣。咁究竟係咪佢個仔會咁講咧？但係咧當時傳言咧就話佢被拉嗰陣時咧，佢全家即係老婆甚至秘書咩全部都捉晒㗎啦。咁而家點解個仔係會出嚟講嘢咧？話係個仔係咪出咗外國咧？就未知，佢究竟喺邊度講都未知。咁究竟佢咁即係會唔會有咁嘅事咧？咁就呢啲假真呢幾日真係好多嘢都好啦。加拿大咧就自從呢個早幾年咪呢個華為嘅太子女兼財務總監、財務副總裁孟晚舟，即係話孟晚舟被拉咗，俾加拿大拉咗之後咧，就中國咧就捉咗佢幾個加拿大人，話佢販毒，就判咗死刑喎，判死刑唔係緩刑執行嘅喎，係判死刑。咁但係咧就當時咧就加拿大就抗議啦，就要求唔好乜嘢咁啦咁咧，但係不過咧最近咧中國一直都冇鬆口，以前一直冇鬆口，就話你犯咗法就要執行，就同孟晚舟無關，唔係報復咁樣，其實就係對着幹啊嘛。咁但係咧就最近咧就加拿大總理就卡尼就訪問咗中國咁而且就即係大家雙方嘅氣氛都唔錯咁咧就而家咧就最高人民法院就推翻咗呢個佢嘅死刑判決喎，推翻咗，即係唔判死刑打翻轉頭叫再審過咁咧就可見咧就可能係應該係即係俾翻個面加拿大嘅總理，即係亦講明咧係兩國嘅關係咧就轉趨緩和就係呢件事。咁啲人就諗到話會唔會第日都係咁咧？即係如果中美關係即係要想緩和咧，會唔會喺香港嘅被捉嗰班人，即係俾個黎智英嗰班人都會有所鬆動咧？咁就啲人聯想起嚟深圳嘅市委
書記就叫做孟凡利啊，咁又係呢個廣東省委副書記兼深圳市委書記。不過咧，最近咧就廣東省嘅省長王偉中調咗去內蒙古做呢個自治區黨委書記，咁咧就將孟凡利咧就調咗上嚟省嗰度做省委副書記兼省長啊，咁就佢暫時咧仲兼住呢個深圳市委書記。咁問題咧就唔得噶嘛，一個喺廣州做嘢，一個係咩？咁就要揾一個人去啦啊！咁究竟邊個會去咧？咁啊，今日揭盅啦，就係呢個常務副省長張虎就調落去啦啊！就張虎呢個人咧，就點解會提？即係啲人會關注咧，佢張虎去啊，本來常務副省長去嗰度，即係都順理成章嘅嚇，都係即係做深圳市委書記咁樣。咁但係咧，就張虎有一個問題就係咁樣，張虎咧其實咧就係山東人嚟嘅，啊係呢個馬興瑞做呢個深圳市委書記嗰陣時咧，佢就已經係深圳市嘅副市長。常委、市委常委兼副市長啊，而且亦係同馬興瑞亦係山東人嚟嘅啊，咁啊會唔會佢係咁就奇怪啦？按道理咧，如果係馬興瑞倒台係真係腐敗咧，佢同佢一齊即係佢嘅人嚟噶嘛啊，咁就應該都有事㗎啊！而家個政協主席都拉咗啦，啊而家反為咧佢升咗喎，去咗做咗深圳市委書記喎，啊即係原來應該係馬興瑞嘅好朋友有老鄉咁樣，咁啊啲人咧就聯想到會唔會馬興瑞咧就即係到時咧都唔會話係好重咧，只不過就係將佢免咗政治局委員啊，或者係降職啊，或者乜嘢咁樣啦，啊，即係話比較從寬啦，啊，咁就即啲人就聯想到呢度啦，嚇，咁就因為咧最近咧好多山東人，即係馬興佢而且呢個張虎係咩人嚟㗎？係馬興瑞即係喺呢個航空總公司調落嚟做廣東省長之後。就佢呢個張虎咧就係佢個秘書嚟嘅喎，係個秘書嚟嘅，啊咁就所以咧，就按道理好多啲領導跨咗台，秘書第一個就跨嘅嚇，咁但係而家佢秘書咧反為企穩咗，即係調佢嗰個職務咧，雖然咧都係評級。但係咧就深圳市委書記呢個職務咧就好緊要，因為深圳咧係一個財政單列城市嚟噶嘛，啊佢呢個即係有4個單列城市啊，一個青島、廈門、大連、深圳啊，得返4個嘅啫，啊咁啊即係佢因為佢嘅財政嘅權力咧。就相當於一個正省部級嘅乜嘢嘅嚇，咁佢所以咧就即係呢個職務好重要嘅。咁從張虎咁樣調咧，啲人就聯想到馬興瑞係咪可能過咗關都唔定喎咁樣啊？咁咧就最近咧就呢個。江蘇有一個市喎，咁啊今年咧就得返呢個幾多咧？得返呢個6000幾個人入小學喎，啊以前咧每年咧都有3萬人嘅，哇！所以咧而家都驚啦，
啊呢個鑑州市得返6000人，咁啲好多啲學生咧，嗰啲教師即係中小學教師都諗住話會唔會有殺校啊？必然會殺校㗎啦咁呢個就飯碗都冇埋咁所以咧，從一個咁嘅中等城市地級市嘅即係個出生即係新增學生嘅數量嘅就減咧，就睇得出咧呢個問題就大啦即係你少子化嘅問題啦。呢幾年雖然咧就谷生育，即係費九牛二虎之力谷生育，都睇嚟都冇乜嘢效呢個即係堪虞前景堪虞好啦，今日咧就關兒哥解碼咧就講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收睇，再見。